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感谢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个时间与主约会。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来到教会一起上礼拜，而是采用我们线上的一个主日学的礼拜。所以小朋友，你们要找位置，然后坐好，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礼拜。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您，谢谢您，谢谢你保守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的生活，让我们平安，让我们能够很健康很快乐。即便现在的疫情很严重，但我们相信主你会来洁净这所有要侵袭我们的这些病情。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要献上感恩，也求主你保守我们在这今天短短的时间的主日学礼拜，也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保守我们能够好好的聆听今天主要教导我们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也保守所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夫妇们，他们也都能够平安，一起来聆听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学课程。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小朋友呢，我们现在来到第7课，耶稣是好牧人。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攻读一下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0章1到18节，老师要念一遍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注意听哦。有没有在听一定要看哦。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他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千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得。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这是上帝的话，记录在约翰福音10章1到18节。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练习唱这首主是我的牧者，主是我的牧者。小朋友，我们一起练唱，要跟着我们唱歌哦，要注意听哦。好，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这个课程。那请大家选出一位牧羊人跟野狼。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牧羊人吗？什么是野狼吗？牧羊人就是要放羊的人。这个野狼呢，就是专门要吃这个羊的这个狼哦。那我们选了一个牧羊人跟野狼，那其余的同学呢就是小羊，而这个小羊呢需要跟在牧羊人的后面，然后呢每只羊呢要抓住前一只羊的腰部或肩膀，第一只羊小羊这要抓住牧羊人的腰部或肩膀。野狼呢，它的任务呢，就是要抓到小羊。若小羊被抓到，请先在一旁休息。好，这个活动呢，我们可以计时。那在这个游戏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安全。那老师呢，为什么会讲这个游戏？我相信你们都有玩过这个老鹰抓小鸡的这个游戏。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小朋友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小朋友在一起。那老师只是让小朋友能够回忆，在过去我们有玩过这个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那今天这个牧羊人呢，他后面有很多的羊，然后有一只野狼会在牧羊人的前面，他要来抓这个小羊。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牧羊人呢，他想要保护他的小羊。那接下来呢，老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牧羊人照顾羊群的故事。大家要注意仔细听哦，你们绝对不要动来动去哦。你们听到？
好，在巴勒斯坦地区有一处公用的羊圈呢，村里的每户人家呢，几乎都有羊寄养在这里。那每一户呢，他们都需要派人来轮流看守羊圈的工作，有以下这些白天只有牧人，牧人就是他要像放牛一样的人一样哦。那这个牧人呢来领羊的时候呢，就负责开这个门锁是扫兴，然后这个马嘎伊这些羊呢，它就会到很多的那个草原那边吃，然后吃完了，然后活动完了，牧羊人就会把他们又领回到这个羊圈不以往的要，然后他会清点1、2、3、4、5、6、7、8、9、10、11、12他就会这样子，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羊圈内。那这个看守的人呢，就会把这个羊圈上锁然后到了夜晚的时候看守的人就要随时小心警戒，然后要加强去巡逻那个周围是不是会有这个狼群或者是这些小偷要来偷这个小羊们。那好多年过去了，那大家都照着这个约定呢，来一起共同来守住这个全村的羊。而这个羊圈内的这个羊群呢，而羊圈内的羊群也在安全的稳定的环境当中逐渐增加1只、2只、3只、4只就更多的数量。那村里的人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开心，然后也相当的爱护这个大家一起共用的这个羊圈，就是不遗忘就是放关羊的那个里面那有一天呢，有一天呢，村子里面搬来了一户人家，他们也带来了大概10几只羊要进入这个不遗忘，就是羊圈内。然后呢，这个家人呢，他们也加入了这个看守的这个羊圈的工作。那这一天呢，这个新住户就是那个搬过来的那个住户的大儿子呢，少年牧人就是他要来留守，来负责看守这个羊圈。那这是他第一次他第一次负责看守这个羊圈的工作，所以其实他对这个整个村子都还不了解，所以也很不熟悉这些部落的人，所以父亲就特别提醒他，特别的警戒他，特别的要让他留心，提醒他不要让那些假冒的牧羊人带走别人的什么羊，所以他特别警告，特别警醒这个他的儿子不要让这些假的牧羊人那个打算要偷这个别人的羊所以这个牧羊人呢，这个少年人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讲说，如果牧羊人要来领这个羊的时候请他们在羊圈的外面等候，然后他自己呢，他会把他们的羊把它领出来，然后交给这个牧羊人。那这一天早上呢，村里的羊群最多大户的人家的儿子，就是他拥有很多羊的那个牧羊人大哥呢，他就来到这个羊圈他就来到这个不遗忘要领他的羊由于呢这个牧羊人大哥呢，他是已经很熟悉了，他已经是很了解了，所以对这个
看管这个羊圈的工作是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哈。牧人大哥呢，他就说：“麻烦，请帮我开门我要来领我的羊出去。”这个少年人呢，就听，请问，你的羊有什么样的记号呢？有没有给他打勾啊？有没有给他做任何的计划然后那个少年牧人呢，他就说：“你在门口等吧，我把你的羊把他们领出来。”那个牧人大哥他听完了，他就哈哈大笑，你帮我领养出来，不吉利迪马杜，他就一直笑，然后这个少年牧人呢，他就有点他为什么一直大笑这样？少年牧人呢，他有点不知所措，然后很着急的问：“是因为数量很多吗？”没关系，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一定把你的羊全部把它拿出来交给你。那牧人大哥听完更是笑到不知道要怎么说话了看这个少年人一直摇头，那这个少年牧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只能等牧人大哥笑完冷静，笑完以后就问他说：“牧人大哥哪里不对了吗？为什么你一直笑个不停？”然后牧人大哥就没有直接回答那个少年牧人，他就对羊圈呼唤。就在此时，远处的羊只出现了骚动，那些羊就还不时发出那些喵喵那种羊的声音老师咩咩原来是这样的声音，不是喵喵，不是猫是咩咩就是羊在叫的那这个警觉的牧人大哥呢，这牧羊人大哥呢，他就察觉这个平时跟羊群在一起的时候到门前的情况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他就赶紧让这个少年牧人打开那个羊圈的门锁，然后立刻赶快到他们那边去。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少年的牧人也跟着赶去，那生怕自己看守的这些期间羊群有发生了任何的意外两个人进入这个羊圈查看之后，发现原来是一只非常饥饿的这个豺狼闯进到这个羊圈里面。那这个很厉害的这个牧羊人大哥呢，他就很快速的捡到这个地上的有点尖锐、有点尖尖的那个石头然后呢就拿出他腰的一个专门用石头的有点像那个橡皮筋那种感觉然后就弹出去，就打到了这个豺狼的头部，然后这个豺狼呢就啊啦就跑掉了这个牧羊人大哥呢，他就一再确认没有其他的豺狼就是怕会有一些其他的狼跟他们一起在羊群。那牧人大哥呢再一次就是demount 呼唤这些自己的羊群，然后数10只的羊群就朝他的门口来然后最后就在这个门前呢等待羊门打开。那这个少年牧人看着这个景象愣住了，他发呆了他说不出话来。羊群只会认自己的牧羊人的声音，所以带领羊出羊圈这件事情别人是没有办法代劳的。接着清点数量的时候，牧人大哥突然就说：“老公爵怎么不见了？”哇，原来这个
最年长的公羊刚刚被这个豺狼抓到了这个腿部，然后他没有办法行走，所以这个牧人大哥呢，马上帮他检查他的这个受伤的程度如何，然后看到了这个伤口，帮他清洗，然后把这个伤口清洗，然后不会影响到这个羊的健康。那这个少年的牧人呢，看这个牧人大哥呢，很细心的照顾这只受伤的公羊，百思不解的问说：“你刚刚在清点数量的时候，你怎么会知道是哪一只羊不见了呢？”哇，这个少年人在问这个牧羊人大哥。那这个牧羊人大哥非常的温柔地抚摸这个老公姐的头，就是那只羊受伤的羊，回答说：“我每天呢带领这100只的羊在草原里行走，我呢随时都会观察每一只羊它们的习惯，它们的习性，所以也不断的在每一只羊它们在隔慢的时候，在吃草的时候，它们的状态，这个呢是我的父亲的羊，也是我的羊，所以我除了为了喂他们吃饱以外，还要留心他们有没有吃得很好，有没有很健康，这样才能确保我父亲的羊能够平安。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牧人大哥跟这个少年的牧人就变成了好朋友。哇，他们就最后呢就常常一起讨论跟羊群有关的这个话题。那一年过去了，少年牧人呢也成了这个牧羊的高手，他们的家的羊已经是当初的10几倍了，就是可能100只羊了好，那耶稣呢，就像刚才故事中提到的这个牧人大哥，他呢每天跟这个羊群相处，认识他的羊，也爱惜他的羊，而这些羊群呢也认得这个牧人的声音。当这个牧人前来呼唤的时候，他们都会聚集在他的面前，所以跟着他去寻找充足的这些草粮草。那这个羊圈呢，最重要的是建筑的构造，这个日本得要围栏还有它的这个门。所以这个故事呢，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连续2次说他是羊的门，他是羊的门。他说，耶稣就说，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从他们。我是门，我是巴黎，那从我进来的一定是必然安全，并且可以怎么样进出出，也会找到这个很多可以吃的草场。那耶稣使那使人得拯救、得生命及得永生的门，借着他，我们都能够来到天父面前，同享永恒与荣耀。所以我们要不要进耶稣的门？我们要不要进耶稣的门？因为进耶稣的门，必然会有安全，也会有很多很丰盛的草场。所以小朋友，今天我们听了这个故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听主耶稣，来遵从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命令，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听从
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如何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羊群呢，只认得自己的牧羊人的声音。将来耶稣上帝来到世上的时候，再一次来的时候，他会认得你吗？还是耶稣会认得你？耶稣认得你吗？你有没有好好的跟着耶稣？所以这个就是关键。所以小朋友，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耶稣，让耶稣来认识我们。好，那以下呢，我们要来念我们今天的金句。耶稣是好牧人，我认得我的羊，他们也认得我。约翰福音10章14节。耶稣是好牧人，我认得我的羊，他们也认得我。约翰福音10章14节。小朋友要好好的把今天的金句把它放在心里面，让它能够成为你每一天的生活的一个指引所以别忘了好好的认识耶稣。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好，小朋友，我们今天要奉献哦，我们要唱这个我们常常在唱的歌，感谢耶稣。好，老师来唱，然后你们就自己在家里奉献哦。感谢耶稣，因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你生命，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阿们。我们一起祷告。Mali-mali anya kakilian tiya sama malwaman tan so mali-mali. Mali-mali aso papapisul tiyan naman na mabola tamaraka solak. Sa katutsua ka jaman-jaman imazaman to 线上的礼拜，我们也在线上礼拜的奉献。求主耶稣你来保守我们的小朋友，多一求anya kini tulu, 多一求anya kini randa, ala namakaya manana pituanya warung, tuanya kini meneman, saka namakaya manana pasusu, la namakaya manana 更认识你。saka cema semadi-madi, ay chonya kingking nya si pau-gau-gau, la sutinavra kaya kana inuli pakata sungadan di 耶稣 Kristo， 阿们。好，小朋友，那我们今天呢的这个课程呢就到这里。那希望呢在下个礼拜，我们如果疫情没有很严重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教会。如果疫情很严重，我们仍然要做这个线上礼拜。希望今天的小朋友呢有听懂一点点老师今天所说的故事。如果不太了解，那我们就再重新看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圣经节，在这个约翰福音10章1到18节，约翰福音1到18节，你们可以好好的再一次看让你们能够更了解更明白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信息。那我们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好牧人，时时刻刻细心的照顾喂养保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专心聆听你的声音，跟随你的脚步，不偏离你的带领。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家长平安。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主要是在说
耶稣是好牧人。那我们也刚才看过了这样的一个经节。那希望小朋友认识耶稣是使人得救、得生命及得永生的门，所以借着他，使每个人都能够到天父面前，同享福乐及救恩。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好好的认识，耶稣会很乐意赏赐丰盛的生命，并且随时保护我们的安全。分享时光，你是否曾偏离上帝的道路呢？若有，你如何回到正途？除了参加主日学、读圣经与祷告，还有哪些方法能够更认识耶稣呢？好，小朋友，希望你们在这一周，你们都能够平安，要戴好口罩，然后勤洗手，让这个疫情远离我们的家，远离自己。主耶稣来保守你们这一周的生活。好，大家平安，再见。